那年我双手插兜，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。果然，大神永远都是大神，星爷只是略微一出手。一部新电影《功夫女足》，全网各路翻跳大神集体出战，每一个艺术成分都很高。再看一些经典永流传的热门舞蹈，真的是没有一个是来凑数的，不管过了多久都不会过时，可以说是精神状态领先很长时间了。我要努力向上，不枉諸君寄望。我要努力向上，要令朋友滿心歡暢。嘿，青年人要努力，又悲愴又凄涼。總之但憑我力量，先要堅定我志向。